问题由除了南桥通报的迄批以外，其他拢有合格，也毋过泰山、福寿、福报等52个检体，又搁验到2批有超过标准。花莲万里溪放山湖明仔载下晡2点可能1楼，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决定今仔日下晡3点提早发布红色警戒。高雄有5岁后生甲阿嬷去公园佚佗，煞互侪伙人拐去啉药酒，加在囡仔人已经无啥要紧，警方已经介入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6日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来看中华福兴乡一间作家区的这工厂的仓库，昨暗时来火烧，因为内底有真侪用茶所做的家具，所以这火是烧甲真猛。消防局是出动23台水灵车，也有无人机等等赶紧去救灾，用10点钟的时间才总算把这个火拍花。有2个义工已经送病院治疗，也那导火原因犹阁需要调查。消防人员有水线，赶紧的拍火，用空翕去看3层楼高的工厂已经规间烧起来。中华福兴乡一间家具行的仓库，礼拜3暗时着火，消防局接到通报，出动23台消防车、3台救护车、2台救灾机器人加1台无人机，拢总54位消防员参与抢救。那现场是一个家具仓库，所以有很大的一个火灾量。那火灾于16号的凌晨1时41分的时候控制，那在凌晨5时39分的时候扑灭，那现场持续的在做这个仓库处理。着火家具行仓库是大铁档，加上内底拢是茶做的家具，火随着烧甲真猛。有2位工厂员工咧斗拍火时阵，无细离口，火粉砸到，送病院治疗。环保局嘛针对风尾福兴乡、鹿港镇加河滨镇发布空气污染警报。现场是为那个南西风啊，所以说它对于所在位置的福兴，然后鹿港跟和美等下风处会有造成影响。我们有在那个我们本局的网站跟脸书来提醒民众，特别是那个呼吸敏感族群啊，就是可以避免外出，然后紧闭门窗，佩戴口罩。消防局指出，家具仓库火烧的面积大约是900平方公尺，初步检判导火所在是2楼，但是详细损失状况加导火原因，火调人员也搁咧调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昨一只客船满天星1号呢，伊是对澎湖要驶去嘉义的布袋港，结果煞意外跨沙，这船顶有235个人受困，加在落尾拢有平安上岸。敢若一个有心的旅客是因为无介爽快，所以有送去病院观察。乌乌的海面上，远远看到满天星1号总算入来到嘉义布袋港。这只原底7月15暗时6点就应该到位的船，晚2点钟才入港。可能是今天的风浪比较大，比较大，那可能那船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偏航。码头边业者海巡甲救护车早就传咧等，因为船顶拢总载227个拄啊为澎湖返来台湾的旅客，佮加上8个船员，拢总有235人，其中一个有心人身体无爽快，伫医护人员帮助之下，坐软轿送病院观察。其中有一个孕妇，她刚刚就是因为有身体不适，所以也有叫我们布袋消防分队来前往做一个送往医院做一个救治。落船了后，总算会当透一口气。有旅客表示，船跨沙的时，业者哪像无任何说明，是大家主动穿救生衫。有一度好像快翻船，大家就太紧张，穿救生衣。停在海上啊，然后也连走都没办法走然后就一直在那边摇摇晃晃，摇摇晃晃，大家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因为拄好是旅游大过，佮加上前一天澎湖放烟火，客船差不多拢坐甲甜甜，业者也赶紧传四手啊甲饮料，安打旅客的情绪。船公司表示，那像因为风太过了，布袋港外口有积沙，才会互船只跨沙，加在派出拖船，甲满天星1号平安拖回来。后手会继续调查，理清责任，确保袂搁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家长是答问讲，伊5岁后生甲阿嬷去公山一搭公园咧耍，毋过煞互侪伙人甲拐去啉药酒。这阿嬷撞过来时呢，已经被护甲冻啊。落尾囡仔人是送病院吊大堂，加在即马人是无啥要紧。若警方接到通报了后，即马也介入调查。
高雄公山和平公园内底一透早道民众烧酒伫遮食酒开讲，不哩有家长大文提醒，讲伊5岁后生15下晡放过来遮耍，说互一阵济伙人拐去啉药酒。阿嬷讲，囡仔对便所出来就走回肉，伊看到总柜已经被互动，甲对方理论，济伙人刷起骹就走，因为囡仔规个面红讲讲，阿嬷是紧带去病惊吊大动的，加在无啥要紧。看到的时候，他已经第一杯喝完了。啊，我问他他喝什么，他说威士忌。我说你怎么可以给小孩子喝这个酒？他说那个是威士忌。囡仔顾掉在那视线范围之内，袂使让囡仔离开视线，这样子对。啊，当然如果周围很多人士在做一些行为的话，我们会特别先避开那一个区块。老师讲，因拢会教囡仔出来外口，袂使接受青云人的物件。只是家长嘛讲，因囝情形较特殊，是身心障碍。不只个伫公园发生这款代志，也引起大家关注。今摆警方已经主动通知家属，要展开调查。有医生嘛讲，这款药酒的酒精分大约10%，乌白饲互囡仔啉，会对身体造成败害。他大脑组织还在发育当中，如果接触到乙醇的话，就担心说它会作用在中枢神经，那严重甚至会有昏迷、意识不清，甚至抽搐都有可能。进行儿少保护通报，并主动联系发文者，后续将依报案内容积极调阅监视器，追缉行为人到案说明。公园这张大树骹拢是塑胶椅啊，敢若都是迄阵济伙人定愈开讲的所在。现在警方嘛当日调监视器，找找持药酒的行为人。社会局表示，后续会按照离校法裁处，相当会当罚60万，公布行为人的名声。记者柯家族、柯兆阳、高雄场报道。来看高雄市目前这人口呢是有270多万人。根据民政局的统计，这高雄市老化的指数，即马已经接近200%。有建商是看到这个商机，所以甲一间经营30多档煞收起来的饭店，甲买落来，按算每年呢要用60宗园来说服有需要的老大人。伫大车路边这间高雄的老饭店，4年前停业了，有建商看准这马台湾进入超过龄社会，明年要将这栋老饭店改建成这60宗园，分做单人加双人房出租给老大人，大到这一个月差不多3万到4万5。很好，大家的需求很需要这件事情，政府大力补助，不然真的住不起。不是小孩子不要我们。是我们活下去，是拖累下一代。饭店式的60宗园，除了有些健康公共设施，也有大型病合作医疗连结，帮助住户做健康管理。中国1/5的老龄化，那所以说现在又少子化，又子女又不在身边，那所以我们想说，必须要让这些年纪大的人可以居住在一起，大家可以互相学习陪伴。我们结合了大型医院的一个医疗，还有每天的健康的检查，以及我们的3餐供应。嘛是人口高龄化，伫高雄市前金区平均3户就1户是单身户，单身贵族一个人大已经是前金区的主流生活形态。导致人口结构的变化，少子化也是国安问题。全国家长团体联名19讲，台湾总人口已经连续30个月负成长，主张提悬育儿津贴到1万5，减轻饲囡仔负担。不过，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0时发的民调，35%的人讲，就算每个月育儿津贴拢增加，也无想要死。社会安全啊，哎呀，3不5时就看到被车撞啊，要不然就毒驾、酒驾啊，哎呀。就觉得说我小孩子养那么大，走在路上都不安全，那就干脆不要。中研院民调显示，有9%的民众认为以后的厝价加生活成本拢会愈来愈悬，干那靠政府现金的补贴，饲家己、饲囝、搁饲爸母，根本就无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外送专法是对7月21开始实施。Uber Eats 是公布这外送员有4大保障，除了特定订单上无会当赚45块以外，确保因的薪水，而且也有建立这一再保险的补助，也有独立的申诉机制。不过，某店家是表示讲，这个月开始呢，这 Uber Eats 已经甲店家搁加抽搁较侪钱啊，恐惊这新制度增加的成本，拢会变作由消费者来负担。豆花甲配料一个一个放入去碗内底，卖豆花业者讲，7月开始 ，Uber Eats 通知讲要甲抽成起到35%。业者讲，这应该是平台业者因应外送专法要实施，业者这边嘛只有调关平台顶面的定价。抽成它就是就直接调到上限去了，相对客人
要负担的很多，那我们店家也是被抽的很多。那如果店家不调整的话，就等于卖一碗赔一碗。Uber Eats 第15宣布讲，营运外送专法实施，2月开始对外送员有4大保障，包括基本薪水符合每一张订单上少45块，佮加上实际外送时间的费用，符合基本工资的1.25倍。接单卡有漏站的信息，另外对这些保养保费专业补助，嘛有申诉机制。很难取餐的，或者是很难配送的那种，也是都是在浪费时间。平台说了算，那说实在有没有保障到我们这些司机，其实不得而知啊。近期平台一直宣称说这个可能还会跟这个外送员收取这个委托费，那我们也在静观后续的发展。外送产业工会表示讲，我会观察新法实施了后实际运作的状况，实际去问消费者有人发现，虽然交钱参加会员方案，满月一当免运金，不过佫会收一条服务费。看到价格就会觉得，那干脆自己去买。所以如果还有再调涨的话，我确实可能会比较少使用，不太能接受，但是还是会点，因为学校就是也买不了其他的东西，只能叫外送。外送专法特别实施，由交通部负责的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规划，应记载甲袂使记载事项，按算后礼拜有过，后个月送行政院审查，有机会伫后半年实施。交通部表示讲，会开较侪时间来定草案，是因为爱和每一个平台消保团队这个单位沟通，摕到共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食安风波，卫福部即马是发现讲，中联4月到6月的29批建本，这当中除了南桥、通报的迄批以外，其他拢是检验合格。也毋过食药署调查所发现讲，泰山、福寿甲福部等等52个检体，又搁验到这中联的2批油是有超过标准的。卫福部长赵宗良伊是表示讲，这中联的检体是有真大的问题，目前这相关的产品拢已经有风险落架。问题油品的议题搁再炭烧，卫福部展开行政调查。中联油脂4月到6月总共制作29批次，经过下游检验出5个批次无合格，剩的批次卫福部检验有合格。毋过到单食药署搁再检视第2站的油品，中联提供予泰山、福寿、福部的52个检体，所发现搁有中联4月18、4月13的2批油品超标。中联油脂它所存留的检体。那么提供给我们检验的检体呢，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今天食药署会再次去发布。不过呢，大家也不用恐慌，因为我们在这个7月10号的时候呢，已经都是全面性的预防性下架。那污染到底是对黄豆的原料，也是制定来的？因为中联老的样品甲下游的检体有出入，将会专门检验下游捞准的检体，搁再回头交叉比对原料甲制定，预计1礼拜内完成化验，厘清污染的原因。另外，卫福部嘛要提出5+5食安法的修法，包含增订第三方检验机构强制通报的机制，明确规范通报的法律责任。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商业合作，所以在通报这部分的话，基于商业契约还有一些保密协议来说的话，他们进行通报其实是比较不合规。当检验人员去通报这个问题的话，就会变成是他们有可能就违反保密协议等等的而被告。食品检验技师是认为，第三方通报制度实施是有困难度，嘛有可能致使检验技师爱派刑事责任的压力。卫福部是表示，将会讨论食安法修法，加强制性通报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西欧国家直布罗陀呢，18世纪以来就是英国的领土。不过说因为地理的关系，所以颠倒是甲隔壁的厝边，也就是西班牙，这是较有互动的。在2020年的时，英国来退出欧盟，所以也去冲击到直布罗陀当地的生活。即马经过真济档的协商了后，在7月14总算是签订协议，甲这边界的铁门甲拆好掉。直布罗陀是英国海外领土，伫英国甲欧盟正式签署自由通行协议了后，民众欢喜为西班牙进入直布罗陀。即使有118档边境管制历史，脱欧了后嘛要是边界的铁门，嘛伫西班牙总理桑切斯甲直布罗陀首席大臣皮卡多的共同见证下拆掉。Antes el ministro principal decía que hoy estamos haciendo historia de la buena, y efectivamente es así, porque hoy cae el último muro de Europa continental.
迪布罗德的面积真小，简单6.8平方公里，伊徛1:2半岛南边，通控制地中海。1704年，英国伫一场战争中是这控制者。1713年，西班牙破邦王朝签条约，将这永远无条件割让予英国。那1908年，英国以防止走私甲阻止团战兵做理由，将铁门起起来。不过西班牙是毋捌认同过。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迪布罗德居民是以压倒性的票数支持留伫欧盟，因为即马有确认15000个西班牙人，逐工爱经过边界去迪布罗德上班。迪布罗德的民生嘛高度倚靠西班牙。2020年，英国实际脱欧了后，边界向变做国界，人甲物品的流动变甲真困难，上班族是真痛苦。The borderline could be 4 hours long, sometimes even 7 hours. 这个情形大大影响双边的经济。西班牙边境地区失业率高达30%。迪布罗德虽然是全球平均收入上悬的所在之一，不过无西班牙的劳动力，因的经济嘛会受影响。英国甲欧盟经历长期谈判，总算伫2025年达成协议，互迪布罗德实质加入新禁区，有关税同盟的台区。协议伫这个月14签署，15饭店正式有效。It's going to be a drastic change, I think, for the better, because we're no longer going to have to rely on whether there's a queue to get in or out. 未来边境海关刷去到迪布罗德机场，人甲物品为西班牙过来袂受到阻碍。迪布罗德实质加入新禁区了后，这侪年来当地种种的无确定性总算是结束。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法国的国民议会是来通过一项法案，要让治疗绝症的成年患者呢，会当合法来选择结束家己的性命。目前在法国国内的民调大多数嘛拢真支持这个法案的，也毋过目前也要等待宪法委员会的审查，才会当正式来实施。Le scrutin est clos. Votant 561, exprimé 532, majorité 267, pour 291. Contre 241, l'Assemblée nationale a adopté. 法国国民议会15表决通过协助死亡法案，规定符合资格的患者必须是有严重而且医袂好的疾病的法国成年人，病情已经威胁到因的性命，是尾期的阶段。也毋过各党的看法也是有真大的争差。Parfois, dans le regard des gens que nous avons aimés, est une manière d'alléger pour celles et ceux qui le souhaitent, pour celles et ceux qui vont mourir. Ces derniers instants. Cette loi est permissive et expéditive. Sans nul doute, elle va générer des déchirements sociaux, familiaux, affectifs et psychologiques pour ceux qui restent ici encore un peu. 另外，法案也规定，患者必须是无法度忍受，也是医袂好势的状态，由伊本人甲医生自由表达意愿。医生会伫15天内咨询过了，做出决定。伫咧2天的考虑期了后，由患者家己食治病的药物。若准无通家己食，就要由医生也是护理师来协助。医生也必须爱伫当天搁再确认患者的意愿。Le plus possible les personnes et leur éviter la souffrance. Sauf que ce qu'on observe aujourd'hui, c'est qu'il y a des personnes qui ne répondent plus aux médicaments, qui continuent de souffrir et pour lesquels nous n'avons pas d'autre solution. 法国总统马克宏登记支持有尊严结束性命的立法，佮较是伊2022年第2任竞选的承诺。也毋过伊坚持毋是安乐死，是协助临终，属于临终关怀的范围。法案通过了后，马克宏表达真安慰。虽然法国真侪份民调显示支持立法的民众占多数，也毋过反对者也强调，若准协助死亡常态化，可能对高龄患者、身心障碍者等社会弱势族群造成隐形的压力。政府应该全力投入安宁照顾，毋是帮助患者结束性命。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译。经济消息来看，今仔日是因为这美国半导体股较无遐勇，佮加上市场拢咧看台积电法说会的状况，所以台股开盘呢是落到无45000点，上济是博超过660点。若是台股博价，这韩国的韩股早盘也博超过6%，也那日经指数也落超过2000点。台积电早盘是博20%。分析师表示讲，这市场即马是当咧关注 AI 的需求敢有变动，也佮有下半年这台积电的运作，所以这是观察全球半导体景气的重要性的指标。
再来看，这立法院南北党团目前是提出6项的公投案。中选会主委游盈良，伊是表示讲，今年这选务人员可能是会真歹招的。另外，针对着前民众党的党员李正树受女司这个争议呢，中选会伊嘛指出讲，会来调查这候选人敢有提出失去原籍证明的文件，也着看因入这台湾籍到底敢有满10档。我觉得国人都在看啦，这样子公然的羞辱陆配立委。为了防止搁再发生今年初前民众党立委李正秀立委资格争议搁再出现，陆委会进前就点出《两化条例》第21条的规定，大陆地区人民伫咧台湾设户籍满10档，才会当登记做公职的候选人。大家拢咧准备年底9合一的大选，中选会嘛表示，只要原底有大陆人民申请登记做候选人，就要交一个丧失原籍满10档的证明。这个做法，马航看作是防止李正秀2.0。这个是单纯的行政作业程序，没有什么这些复杂的政治考量在里面。可是主委上次说李正秀的议题用国基法来处理太过牵强，那你这样子态度是不是有转换？没有任何转换，因为这个只是涉及到参选资格的问题，国基法是参选后的那一个部分的问题。今年的选举，在野党要杀6项公投白大选，甚至希望修法，让公投公告的时间为即马上底3个月调整做1个月。佮讲要学外国的案例，把所有公投案印伫咧同一张的选票。主委游盈良就讲，实在是恶积平。这个6个公投。对你来说，对年底的选务会不会太多？选务量能的极限的前提下，一个恰恰好，2个有点多，3个受不了。这个公投案或者选票，给它集中在一张选票上了。那我也觉得说，如果今年的这个地方大选没办法适用，未来也可以作为中选会的参考目标之一啊。我们来做研究。就2018那届，大家拢骂选举的人诶。不是骂要投票的人，是投票的人骂选务人员的。那像安尼的时阵，伊报名了后会使讲卖去啦，恁讲无？应该是会使啦，不过咱无希望伊发生啦。就是烦恼讲，2018年悲惨的经验又搁出现。游盈良就点出，其中就是因为迄时有10个公投提案，拢伫咧投票进前无到2个月就公告成立，造成选民会开始丢毒，而且伫咧投票时阵用真侪时间，最后造成耽误。这个难题嘛变作是今年要请选务人员上大挑战。游盈良无奈表示，要是和地方的选委会斗阵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军联合防御操演的今仔日是第4天啊！这宪兵第202指挥部是以战术行军的方式，绕过台北市的街仔头，而且佫坐这捷运去到战术位置，执行兵力甲物资转移的演练。咱会当看到这阿兵哥呢是运用捷运机动性去到战术位置来演练支援第一线部队的作战。陆军联兵第269旅的官兵呢是伫咧街仔头驶这 M1A2T 的战车，验证这部队指挥管制，也佫有机动的量能。另外，再来看这立法院是来针对无人机条例来举办第1届的联席会议。国防部长郭立雄伊是表示讲，望会当通过这正义版本的无人机采购条例。另外，咱陆军这无人机反制系统，这个厂商创未来呢是3届验收拢无合格。有哪位是点名讲，这个厂商就是前经济部长王美花所推荐的。也那郭立雄伊是表示讲，唔通乌白来指控，一切拢会照合约来处理。国军强化无相对战略，行政院编规模2100亿的无人机特别条例，要买将近21万架的无人机，1320架的无人艇，若被主张放回去年度预算。立法院国民党团提出2400亿的发展条例，对此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国军按照作战需求提出相关的采购计划，希望调野会当支持。希望朝野政党能够对我们的国防的需要。来通过我们院版的这个无人机的采购条例。立法院经济外交甲国防财政委员会昨日举行第1届的联席会议，民进党立委区议员批评纳比甲国防采购、甲产业发展别地共一套法律，甲主管机关由国防部改做经济部，实在有够含糊。国民党立委赖书宝指出，国内有大约260间的无人机厂商，即问国防部招标的标准要安怎避免独立特定的厂商呢？美英法德日韩澳
所有国家对于无人机的采购，都是以他们的国防部为主管机关。独台湾非常的特别，以经济部来当主管机关。今天我要跟你讲，我们有260几家的无人机厂商，我相信得标的不会超过50家。假设你今天没有一个长单，你今天定了一个规格，那明年不知道有没有，那它就没有一个迭代创新的一个驱动力啊。另外，国军反制无人机的威胁，陆军开9.8亿买定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南威亚康表调厂商创未来，伫9会验测、复检拢无合格，点名推荐这个厂商予国防部的是前经济部长顾立雄的太太王美花。顾立雄反驳，讲这是无影无迹的指控。这些都是莫须有的指控啊。首先我想王委员可能把2个案混在一起。那前面有一个是委托案嘛，那这个委托案。我的了解是在112年终止的。针对创未来3届验收拢无过关，顾立雄表示会按照合约的规定来算罚钱，也甲保证金没收，并且解约。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中国的团促法，立法院是来提出谴责案，即卖已经离脱进入党团协商的阶段。有学者是表示讲，除了这谴责案以外，咱的政府嘛应该爱参考这美国议员所提出来的停止跨境镇压的法案，甚至搁来设这境外代理人法，或者执法者的单位会当使用搁较有强制能力的法律，而且嘛，或者违法的人就爱承担责任，咱才会当应对中国的威胁。针对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台湾的威胁，咱立法院提出谴责案，拜二已经政府议托进入党团协商的阶段。不过学者指出，目前谴责案若是通过，是对外代表咱国政府的态度。后续嘛应该参考美国跨党派机关提出的停止跨境镇压法案，甚至设立境外代理人法，用强制来的法律，才会当应对中国下国镇压的无理行为。我也发现中共的这个跨国镇压，它已经成为是国际社会的民主国家高度关注的事项。中共对台湾的无论是灰色执法或是跨国镇压，两岸是要交流，但是不能让两岸交流变成说破坏台湾民主自由的管道跟平台了。根据陆委会资料，目前台湾民众去中国说4年，互人流落来盘查，甚至是有可能互人关押的，到达统计有385人。学者提起，中国团促法影响的范围真宽，台湾伫美国和中国之间嘛扮演真重要的角色。还有政府爱有作为，民众除了平常时就爱有政治意识以外，嘛得避免去和中国相关的国家。假设今天你有可能要去中国，或者是你可能会去跟中国有引渡条款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你某种程度还是要自我担心一下。但是老实说，这就是中共想要达到的目的，他想要透过这个法律，让台湾人做言论的自我审查。简单来说啊，事实上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尽量都不去这些可能会发生问题的国家，大概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风险。陆委会嘛提醒，民众除了出国要注意家己的安全，未来陆委会嘛会发布安全指引手册，让伫海外的民众和留学生知影要安怎应对中国的作为。记者桂宗林、王志光台北报道。咱看即马这诈骗集团其实拢真高变，因会调工找这真侪共犯，也阁有车手，互警方的调查变甲愈来愈困难。甚至因嘛会用这 AI 来做一寡水查某囡仔的相片，骗人的感情，同时阁来拐钱，都有工程师因为安尼转变做是诈骗车手。警方来到嫌犯大的旅馆，假设暗暝人做一开掠起来，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进行办假投资诈骗案，查违法的金流的时，发现有恶道身份的姓李的带头的，甲境外机房接触，收到受害者汇钱信息了后，用制作真侪砍斩的方式指挥下骹的人，一站一站收阿扎钱，防止水房红查到。空地还有旅馆的偏僻处所，然后由共犯先承接以后，然后再由水房的成员里面个别的去做这个相关的断点承转，大概通常是分4层断点以后，才会再把钱进到水房。嫌犯真侪汽车红查扣，其中有海啊、金马，阁有贵33的表啊。警方发动3个月查缉，抓到诈骗集团成员计共18个人，查到被害者有35人，损失的金额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刑法加重诈欺罪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高雄凤山警方查3接到银行通报记投资诈骗案，照线索上班的时，就发现来收钱的车手，伊也因为交朋友防诈骗。李楠本身是电脑工程师，却也遭假交友诈骗啊！对方每天传的 AI 美女照片嘘寒问暖，再以代收货款为由，诱骗他担任车手。直到实习生的一句你有见过本人吗？才让他惊觉自己也成为诈骗被害人。工程师因为交朋友防诈骗变做车手，警方表示，假投资甲交朋友拢是常常看到的诈骗手法。提醒民众若拄到网友要求代替收钱、现场交现金，也是讲有利润悬、风险低投资机会，一定爱较免策略，较免防骗。记者专报道。继续来看这诈骗的手路呢，对传统的卡电话到即马已经是用 AI 咧运作，就连网络社群嘛有真侪是专门怪人的这个连接。云林县政府是结合着 GoGoLook 的轰炸科技，用 AI 科技来打击 AI 诈骗，守护民众的财产。民众点开一夜市的广告，有人盗空用云林农民的相片，佮假做地方农会名义贩卖农产品，真够造成民众误解去互骗去。对此，农会阁特别伫卖种夜澄清，希望民众莫安尼去互骗去。对啊，有的拢会骗讲多啊。讲农会其实有的反正毋是农会。希望能够以 AI 对抗 AI， 以快打快，来防治诈骗。诈骗的手路是无所不至，对传统的电话感性，到即马结合 AI 伪造的影片，佮再用卖种业、社群广告、甲假到名人的图片，也是地方农会名义贩卖各种农特产，诱拐民众去点击落订单来受骗。对此，云林县政府结合 GoGoLook 以 AI 侦测来打击 AI 诈骗。这个首长或是农会或是农产品有这样关键的，我们在整个接触之前就做了一个防堵了哈，所以呢就可以把诈骗降到最低。社群媒体上面，我们就利用像挖全民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们会24小时乘7去做一个全方面的一个诈骗的一个侦测。警方表示 ，AI 防诈系统只要侦测到高风险的内容，就会当启动 AI 风险分级，警方核查、平台通报甲快速落架的机制。对6月正式上线，2个月以来，已经侦测到413条高风险的广告，来自154个卖种业，经过提报申诉，无甲24点钟全数成功落架。记者综合报道。花莲万里溪的崩山湖呢，目前离坝顶是敢若剩1公尺尔。这预留的时间有可能就是伫咧明仔载下晡2点，因为这红色警戒所发布的时间必须得爱提早12点钟，所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是决定今仔日下晡3点开始提早来发布红色警戒。万里的崩山湖水位继续中起哩，一直到10月透早，水位已经来到海拔1085公尺。距离警戒水位1086公尺，无到1公尺。水量现在是439万吨左右哈，那大概是占那个库容的96.6%，所以其实已经快达到我们的警戒水位了哈。所以一天大概只有16万左右的这个进水量。那预估会在明天就7月17的下午以后，有可能发生溢流的情形。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透早举行视讯会议，那照预估的17下晡2点就会发生崩花，应该要伫前12点钟，也就是17透早2点发布红色警戒。暗过考虑到暗时会无方便，所以决定提前伫咧今仔日下晡3点发布。不可能在今天晚上的2点钟发布红色警戒的时候发布警报。这个时候你在做强制撤离，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入夜以前能够发布红色警戒，提前发布红色警戒。所以说预计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会发布红色的警戒。如果有变化的话，我再通知大家哈。水尾万影乡红林镇，伫咧昨15下晡已经完成保全户疏散撤离，收容所甲物资嘛已经传好势。民立国小收容是目前是26人。那物资来讲的话，我们保持还是在5天。西宝大桥、枫桥及警戒区道路管制皆已完成准备。虽然目前还是在黄色警戒，但是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强制撤离的工作。那现在要做的就是说，在我们下班之前，再回去我们所有的保全户的一个地方，再去巡视确认。林保署强调，因为崩山湖附近还阁继续咧崩塌，崩花发生了后，表示有可能会有新的崩山湖。另外，崩花了后，崩山湖敢会当规个完整防破坏，嘛真恶预估。目前依次2点钟为天顶翕一摆，提供上新的现场甲上新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
那即届这8位风台伫南投嘛来传出农损的灾情，经过统计，这菜瓜甲苦瓜差不多是算长2成外。农业部是公告，这会当列入天然灾害救助的范围。也毋过，即马煞有种时价格的人，伊是怨叹讲拢无补助来去领着。农业处是回应讲，目前是当咧甲农业部争取。瓜仔村变短短啊，卖价销都拢卖真好啊。8位风台过了，雨水真多，地蔬菜瓜落叶甲紧烂去，叶仔嘛黄去。南投县鱼池乡的头社村长表示，菜瓜园区量约有50-60公顷，毋过产量剩无到1/3，农民嘛怨讲价钱嘛互反而压甲真低。前年你会看的都开始都生无即摆吼，已经无菜瓜卖大件，价钱都足歹。以前1公斤100几块啦，再剩30-40块啦。南投的农产品陆陆续续传出灾情，一玻璃顶的大批顶，有农民咧讲，风台甲真侪苦瓜花吹倒去，后续恐惊有外月日无收成。另外种时价格的农民是指出，有3-4成以上着水伤，毋过偏偏是风台的农损，政府有补助苦瓜和菜瓜。时价格就无。总共有3班花，即摆从吹掉1班，1个月空白期。即届采收完，就是要等1个月差不多。这几乎无法度啊，就是粒啊，伊这就等于死长。4成以上，计就是几乎拢安尼，毋是干那即区尔，还佫有别区嘛拢安尼。南投县农业处表示，全县的菜瓜、苦瓜栽损大约有2成到2成5。农业部有公告，甲南投县的菜瓜、苦瓜列入天然的现金灾害补助，损失若超过2成，农民到27种前，拢会当去乡镇市公所来申请。时价格的部分，南投农业处讲，搁咧争取。菜瓜啦吼，受损大概有80公顷啦吼，苦瓜大概有40公顷，嘛通过的情形啦吼，咱的菜瓜每公顷会补助迄单8万，苦瓜啦会使14万。埔里种时价格的农民和埔里镇代表表示，即届风灾时价格原来受损严重，希望政府会当斗3天，把损失降到上低。记者杨秀南投报道。来看嘉义市昨下晡呢，这天顶是出现真水的景致。迄当阵，这东边的山区当咧落雨，也那西边呢是无云的好天。天顶是出现2座坑的画面。气象站是表示讲，这双坑呢，就是日头光反射2界的自然现象。也那看到的民众是希望讲会当带来好运。嘉义市的市区伫10号下晡4点半左右，落过一阵小雨了后。天顶出现2座真大座的坑，有民众将遮尔特殊的双坑画面放伫网络，互看到的人拢感觉真罕见。2个彩虹真的是不简单呢，我看过都给他看过一个呀。今天好不容易听到人家说看到2个彩虹，我也希望我下一次有这么幸运。嘉义气象站解说，空气当中的水汽经过日头光照过反射了后，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就出现坑。天顶会有2座坑出现，就是因为迄当阵落过雨的空气，佮拄到真美的日头，反射2界产生的状况。那如果说阳光足够亮啊，彩虹的亮度就会更明显。那空气中水柱如果足够均匀的话，它会更完整。那运气好一点呢，还可以看到第2层的霾霾是由2次反射、2次折射所产生的。气象站表示，早有2座坑的时阵，日头的角度搁真悬。如果日头的角度较低，坑的形体会正做一个标准的半圆壳啊。有民众是讲2座坑的状况大约10分钟左右，有机会会当看到，实在是真好运。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宜兰县府投入1300万伫运动公园来打造共用式的游戏场，有彩坑的磁流笼，嘛有亲像云的千手等等。也毋过即卖咧，煞有家长发现讲，这设备真侪材料拢是用铁做的，而且掠硬阁掠无够，所以日头晒落，恐惊是会烫着伤的。县政府是表示讲，会过来研究改善。囡仔伫新的共用式游戏场8关8家，毋过手林摸的煞是铁架，日头赤夜影。宜兰运动公园的新游戏场大面积的铁架设施，互家长真烦恼。县政府伫新游戏场现场有采告示牌，提醒使用时应该爱注意金属表面光温。毋过家长认为县府无应该以告示牌来写责，而且新游戏场暗时顶无够，地书日时毋敢算，暗时袂当算。这问题应该透过护棚或者是增加照明的方式来解决。会，那个一定会，因为之前我下午他们下课带他去玩，那时候还蛮烫的。因为我们住附近，我们有中午来玩过，其实小孩不会觉得烫
不过部分家长认为，这中昼到游戏场耍，望到铁镜其实无感觉遐烧。目前嘛无腾上案例，官府有答应会研究安怎改善新游戏场的问题。小朋友仍然反映有遮阴不足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后续会列入。后续研议相关改善。来到东山乡公所后壁，公所新设的共用式游戏场，会当看到设施有铁镜，不过外口有用锁啊包咧，接触的面积较小。不过公所也是呼吁家长带囡仔来耍爱设计。那我们也呼吁我们的家长跟小朋友，如果是在正中午的时候在玩的时候，也尽量不要去碰触到这样的铁件，因为怕会灼热哈。乡公所近期是伫游戏场内底设新的耍水设施，边仔阁有树仔通食日，提供家长囡仔跳热出门的新选择。乡长呼吁家长日头请爷爷会当选择乡内有热日的游戏场，大家平安共游。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政府是预告今年要来通过立法，禁止15岁以下的囡仔来使用特定的社群媒体。在首都哥本哈根呢，即马是出现头一个无荧幕的游戏场，鼓励大家莫看手机啊，好好啊陪囡仔佚佗。台北哥本哈根的市中心，距离中央车头无远的新社区，最近出现全国第一座无荧幕的游乐场，呼吁来到遮耍的大人，也有家长，做伙甲手机啊、甲3C 产品放落来，专心陪囡仔佚佗。And we see that screens are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part of the everyday lives of the families, and that the parents are really seeking how can we get more presence with our children. We also see that screen-free zones is working in the families. So this is a little help, but it's not anything that we should point fingers at. 这个游乐场所在邮政区是原本哥本哈根中央邮局古迹都经改建完成的，由台北退休金管理公司典尼卡下底子公司参与开发。结合主体商业，也阁有公共空间，甲囡仔佚佗公共空间，甲亲子互动，甲放入去社区的设计内底。游乐场内底有几个无荧幕区的告示，顶悬阁画爱心，表达温和的提醒，讲这毋是强制的规定。家长的反应嘛非常的正面。Yeah, I think it's good to have a phone-free, screen-free playground. You know, I think it's a good time to spend time with your kids. You know, you shouldn't be distracted. You're on the phone for work, talking to family, friends, and stuff like that all the time. Looking on social medias, it's good to step away and spend some time. Yeah, a lot more playgrounds should be screen-free. I don't think it should be a law, but it could be a good idea for them to make really big places where it's not allowed to use it. 现代人拢有手机啊、想媒网络，也是社群媒体，常常互认为做是家庭冲突的根源。若是典尼卡委托的民调就发现讲，57%的台北人支持伫公共游乐场设立无荧幕的所在，超过一半的台北家长嘛对囡仔伤见电子荧幕感觉是真烦恼。台北政府伫2025年提出全欧洲上界严格儿童社群媒体管制方案之一，拍算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部分的社群平台，同时嘛要求平台的强化年龄的验证机制。若台北政府认为社群媒体演算法也有伊的设计，就是要互囡仔算甲调的，会去影响到囡仔的心理健康。若所谓保护袂使干那靠家庭，这个案件已经得到跨党派的共识，预计伫今年会当表决通过。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原来下晡晡的天气，扫了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的天气甲昨昏相像，南部地区无定时会落地渐阵雨，也是雷公雨。沿海地区早起嘛会有落地渐阵雨的几率，其他的所在是多云到好天。过昼会落局部地渐雷阵雨，大台北地区甲西半部山区嘛有几率落局部大雨。
上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